只要利用好呢啲平台，你嘅珠寶店都可以俾大量嘅潛在客戶睇到嘅。咁香港珠寶行業咧曾經都係風光無限嘅，咁但係隨住內地遊客嘅消費習慣嘅改變，傳統嘅斬客上門嘅模式已經行唔通啦。咁點樣令到更多嘅內地高消費人群咧睇到你品牌？咁當然咧就係你嘅新機會。咁我哋而家分享一個核心嘅數據啦。咁內地係超過80%嘅一個消費者咧通過社交媒體去獲取呢個購物信息嘅。小紅書香港珠寶相關筆記年增長300%，抖音珠寶類直播 GMV 年增長係500%嘅。唔係內地客唔買珠寶，而係佢哋嘅購買決策咧轉移到咗線上。咁呢個店鋪係必須出現喺佢哋嘅手機屏幕上邊嘅。依家內地新媒體平台嘅流量更大，只要利用好呢啲平台，你嘅珠寶店都可以俾大量嘅潛在客戶睇到嘅。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如何打造小紅書、抖音、微信3個平台嘅流量閉環。第一就係小紅書種草加呢個攻略嘅組合團。咁內容方向就可以用香港買金攻略，呢3間本地人去嘅店鋪比真乜乜平30%。香港分界電製案例2萬港紙搞掂 Tiffany 同款。咁呢度嘅流量密碼就係強地域標籤，標題要抵香港本地人咁樣嘅推薦，對比價錢同埋工藝嘅優勢，放大香港免稅、設計獨特等等優勢。策略2就係抖音短視頻加直播嘅爆破，短視頻內容可以用工廠實拍，香港老師傅1分鐘教你辨認真鑽石，後會見證內地情侶嚟港買婚戒慳翻1萬蚊預算。咁而直播間可以識翻啲嘅技巧，例如專 set 普通話直播時段，強調港紙匯率折扣。第2就係複對抽獎送往返機票去吸引互動。咁策略3就係微信生態嘅長效經營，都係我哋經常講嘅功力轉思維。咁操作方法就可以用購買客戶數碼領取終身清洗服務，吸引啲客戶去加微信。咁同埋發布新款產品、節日活動、產品分享等等內容去經營我哋嘅朋友圈。最後喺呢度特別要睇一下好多香港商家經常會犯嘅3個錯誤。咁第一個就係盲目跟風，即係發產品嘅圖片。咁其實內地客戶更加接受故事加場景咁樣嘅一個內容嘅。第2就係忽略政策，冇提前認證記號，咁個人號買珠寶係會被限流㗎。咁第3冇數據思維，咁必須跟測搜索關鍵詞同埋轉化路徑。咁我哋有個客戶就係通過一發關鍵詞，諮詢量提升咗70%嘅。香港珠寶嘅工藝同埋信譽仍然都係金字招牌嚟嘅。只要用對新媒體，就可以令到內地嘅客戶主動揾你。咁如果你都想做好珠寶綜合嘅推廣，評論區第1，免費領取香港珠寶店內地推廣手冊。